还有今仔日嘛是花市开工的第一天，花市举办着俊朗热烈新春的团拜。李公公集团的董事长陈玉秀，甲花市的总经理曾宏嘉带领下，共同祈求牛年工作顺利，嘛希望会当继续为咱的乡亲来制作着更加精彩的新闻节目。 10月7日，花市嘛正式开工，员工伫花市大厅新春团拜，希望讲今牛年会使有一个好头彩。今年一定是长红，而且能够得到国人最大的支持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伫公公集团董事长陈玉秀的带队之下，花市是毋是愈来愈有劲？你看过去一年的好成绩，全新的金牛年，花市会更加拍拼。 分红包为了辛苦一年的员工，花市已经为全国观众带来这侪优质的新闻内容、精彩综艺节目、甲高品质的戏剧，拢是因为花市的团队拢真认真地做。只有眼前路，没有身后身。我相信华视一往直前，我们一定可以再创华视的荣光，让华视再次伟大，好不好？ 花市总经理嘛勉励花市团队，期待讲新的一年金牛迎春，希望花市伫全新的一年，迎收视中逢人气进，扭转乾坤，鸿运开。